不？来啦，大家迄个不用客气啦。哦，这也不了包的啦。谢谢。跟传师做比啊，好学习一下。好。点书吼，就比按听者吼，就叫各位真诶大家好学习嘛是讲因为以早听后人高阳迄个纯阳圣道院人乡单位有迄刚书就关于咱3月3日义和圣传遐咧讲迄毋知是算迄总会内底诶分会办诶活动，有咧讲着六祖伟大诶精神迄阵有较奇怪，发现第一品就真有内容安尼就讲迄千里方明书万里求考归考关，迄就是迄就是咱迄就有一部分做艰难不为苦真正有够艰难的。即摆讲要去求靠要行遐远几千公里的当然毋是咱安那行啦迄过程总是有足辛苦啦艰苦人嘛艰苦人总是袂讲去住迄啥物酒店旅馆拢可能拢餐风露宿啦就是讲咱伫遐有咧过年安尼足辛苦咱艰难不为苦足艰难千里方明书，万里求考关，艰难不为苦这无简单去到迄乌白宫上师武北东禅师黄梅拜见五祖弘忍大师。一般诶人咱拢对一个大法师拢足崇拜诶要去诚心诚意要求法，嘛总是希望讲会当得到法师会当甲欣赏无嘛带念讲伊安尼不惜千公里来要拜师毋过事实见着面讲迄个对答讲来是讲足无客气的一个见面就互人认为讲做南方啦介聊无文化的人迄阵东条时代南方是算做足落伍的咱咧民间就搞咧拜开宗圣王开张圣王陈元光因老爸时阵就是东条时代派去到迄个福建遐咧开发的足无简单的到陈元光即代算做足好的爸母官啦对漳州百姓做贡献的所以后来因为去互山插害时百姓拢带念迄个足好的爸母官，无拢甲当作神那你也讲咱开宗圣王陈元光迄是足无简单的照讲东条时代福建遐算足落伍的，何况边迄个广东广东的岭南有岭之南所以讲做岭南的人就认为讲做无文化的一般人咱想咧讲台湾人咧讲以早的人讲迄个烦迄种咱就迄种的想法就对咱来看五祖见着六祖安尼迄个对话对一个种要去求法的人来讲，迄是足大担惊的讲以后毋知要安怎相处毋知要安怎学习人迄个求法心切六祖求法心切，无因为讲即点仔担惊就退甲离真正足无简单的以早的人就是讲伊迄家境真细汉就拢真足济苦就拢爱去山内去测查
摕带去卖，趁我钱要维持生活。从细汉就拢生活足艰苦的啦，所以要去学校，要去求学，毋惊困难，一定使命必达，一定要先使命呢。这个都无简单啦，这个受父为主啦，受侮辱，无感觉是侮辱啦，艰难不为苦，千辛万苦袂感觉艰苦，受侮辱袂感觉讲无法度搁活落去啊，受父为主呢，受母受看无起啊，家己也想要做伙，所以受苦不觉得是耻辱的所以人迄就是讲，从细汉就家境无好的人，就拢独低姿态的啦，独低姿态的人要学要变做谦卑嘛，下心嘛，所以变做较容易成功要学人功夫就是安尼谦卑会通去食苦会通去做迄个讲迄个粗贱的工课因为迄个工作叫伊去查房做苦工后来佫有啥？讲悲屈不为意啦就是讲安那要去学校安尼，我叫伊去做迄个初档的搬茶文水，去照看去抄访啦去模仿啦去做唱，就是讲像迄杂房啦还是照看啦拢去做迄初档的工课像迄前面迄作出来的前面迄画一寡师兄会讲佫加摕一寡，佫加摕一寡树仔要佫去种的种了大堆嘛种米有当时讲做到足巧讲画的师兄就佫加摕我去做佫加班的偌辛苦的就讲伊早做兵的，无能有迄老兵会欺负新兵了有迄种情形的迄画师兄对迄个师弟算做较够欺负安尼会砍一个会砍一项安尼讲欺负抓脱还是互人看无起侮辱咱足无简单的啦艰难不为苦啦受苦不为辱啦佫悲曲悲曲不为义啦悲委屈啦做悲下的工课啦是委屈啦不如意啦，不会介意啦这三精神，要学道学佛的足需要的叫为学道学佛才袂成功，就了艰苦就无爱了受人侮辱就无爱去你了后人派去做较毋好的工课啦讲做大山还是做比肩，就无爱做你就无爱去参加道场的活动。所以讲这条寿命的路就是，拢绝对爱堪物悲下的，堪物有所委屈的，堪物受侮辱的堪物互人看无起足谦卑的，足卑下安尼做起来，安尼修起来，咱颠倒会当修甲做祖师的足无简单的安尼讲三个第一品的讲三个足无简单的后来因为咧讲智慧咱若看讲摩诃发这波罗蜜大智慧顶彼岸，咱若心经有讲了行深发这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安尼可见就是深发这波罗蜜多深的足深的，无蕴发这名智慧定彼岸道彼岸心经最后这个咒语有咧讲着这揭谛揭谛陀罗揭谛陀罗经揭谛菩提萨埵照讲迄个音应该是迄个印度梵语毋是英语因为别咧单位有迄个高点老师咧讲伊讲迄个揭谛音就是迄个英语
英语人问的音啦，所以也改选做问的吼。毋过人咧佛教的研究所的老师咧讲的是讲，迄毋是英语哦，迄是咱印度原语那偏偏迄字写出来，人个毋是读做，毋是读做迄个英语的音毋是英语人问的音迄是迄个做气变做是鼓呢，字那个鼓呢，咱袂使用读英语的迄个想，甲去咧想迄个印度话的音啦人迄个角地变做是气啦，赶紧去求道去求道，爱去求道，大家爱赶紧去求道将来做定彼岸超脱六道轮回生死之苦因为听人迄老师安尼讲的，咱即马咧甲想，迄意思就是安尼呢，真正去是要去啥？就是要去修行咱即个时阵就是讲爱去求道求名师指点安尼咱各地去各地去中福讲两摆就是足重要就是讲去求道一定爱去求道内底是讲佛罗经各地，迄个经就是大众的意思，就是讲大家拢爱去求道菩提萨埵最后咱会当菩提萨埵道彼岸所以讲咱重要就是讲因个是名师指点会当超脱六道轮回生死之苦，安尼就是会得道彼岸因为若要脱离六道轮回生死之苦，就是离出间出间就是迄个苦海要脱离苦海，要有名师指点若无讲修行摸袂着根较修行修行摸不到根就瞎修行真正咱讲的名师指点足重要，就是不过咱即摆先得到了，爱个修道呢，先得志了修呢毋是讲着得意万事毕啊咱以前先修甲足辛苦志了得像若做迄个时阵修甲伫咧到看做苦工做8个月8个月8个月后来会当行五祖安尼心相印心相印咱有法度讲知影迄个意思呢无用迄个主张讲迄个对讲三个，哪会知影三更半暝对后就去迄若无迄个无迄个心相印，哪会知影要安怎做，哪会知影讲五祖要传心法要传祖位所以讲这就是住处拢有迄个成绩的会当摸迄个人机哪有法度通得道咧以早单纯读修尔要得着祖位，迄个心境迄个智慧达到迄个会通的行祖师会通到法度这个无通会想毋知敢对啦总是讲会当加故意前面安尼做伙来探讨分享咱若我咧讲6项有讲着3项，后壁遐会佫讲着啥？讲道场足辛苦的37冬修真，先生嘛看佫有迄个杀手要剁头壳剁阿仔本所以佫有各地各地修行人要去甲弄问题要甲考试迄若无大法师的迄个祖师的根基咱有法度应付遐济各地足济高人迄个大修行人要来给因咱像要针锋相对来试来考咱若做有法度指导这无简单的度众不为反的来佫有受着迄个皇帝佫要造请去做国师啦
有做天爱因迄囝吼，迄中东吼，啊，过来过有对中吼，啊，我有印象那是中东的时阵有迄下诏讲要请伊做国师的吼，哦，当然袂想讲要去做国师的吼，咱若想六祖惊迄个神秀大师差30多岁呢，啊，咱想讲咱的时大人生作第囡仔吼，咱若讲排行第3还第2，哦，差不多惊时大人差30多岁，差不多迄种情形呢，哦，神秀大师惊六祖未龄24岁迄个时阵的年龄差30多岁呢，哦，咱佫经过修行遐地当啊，佫也教落哦，安尼就要邀请六祖慧能祖师做国师的时阵，已经足地位安尼吼，年高德少啊，哦，安尼即个时阵六祖死掉无爱做，后来神秀大师去做呢，后来神秀大师去做，差不多到拢8个，迄我也毋捌咧做，毋知讲那是大个台捌咧做的。哦，迄阵的神秀大师就是上演的，咱刚才樱花园的当家小生，上面孙翠凤孙翠凤小姐演那个神秀大师，伫咧大个台，主持咧大个台捌演过，无简单的迄个人修行修了有够好个神秀大师，伊迄个讲就是咱一般世间人讲先修而后学迄个渐修的功夫就爱心是菩提修心，如明镜台时时勤奋切，袂输染因爱世间人一般的功夫就是爱做这啦何况当朝迄时代拢还佫单纯读书的毋是像咱到民国时代讲的做大开阔道所以讲真无简单尊崇不为荣你要请伊做国师无要做尊崇不为荣的燕中林路以健康的理为理由讲要住山林落啦要住迄个伊做啥物寺啊？做溪做啥物寺？南华禅寺做溪是南华禅寺拜五祖遐是东禅寺乌白公禅寺是剃华是迄个广州华性寺广州华性寺迄是剃华讲5个佫有一个有当时佫是了解咱因为是学六祖当经话真侪解，可能我讲5项，可能拢有心有同感啦佫有一个受害佫严重的，照讲咱讲修行应该有护法神的护法，咱佫受害佫讲着迄个杀手要刣迄个六祖讲受害不为意的受害受害是要安讲真然好，咱来复习一下看几人讲这就结束了讲到这艰难不为苦受苦不为辱悲屈不为义尊崇不为荣度众不为烦不会觉得很烦弘法利生37年不简单。还有跟有一个讲被害被害我们一般说都不要在意毋过咱一个受苦不为义，悲屈不为义，那就有同样用那一个字或许忘记那个字到底用哪一个字比较好。受害不为受害修行人佫会受害三界受法就爱赶紧逃亡
后人壁足济歌手啊，啊因迄孙兄弟，哦，阮要让伊要爱画要锻迄个衣钵，哎呀，收个时间了，啊，着爱搁去迄个大人对，市会啊，迄算广东啊，市会猎人队，哎呀，温顿15天，哎，看偌辛苦了所以讲咱对迄合作的辛苦的过程知影讲，咱真个收音足幸福的啊足感恩食素食人咧食肉边菜啊要办桌啊，咱着爱用足感恩咱真个收音，真能够算足受尊重的即个时代啊，咱算足受尊重的算做讲咱真个环境，咱真个条件拢足好个啦咱所以讲爱感恩上天主庇会当有遮好个环境时机会当要听一个道理，遮容易会当听足感恩的啦先讲一寡咱做参考啦感恩谢谢。感谢咱赵老师啦当然伫修炼法道咧，咱大家每一个人都有个人的因缘啦，所以讲的修炼法道，哪会讲个人当着有人要甲伤害这六祖伫大经内底嘛有讲啦，这嘛是过去伊存在的迄个因缘，该行的就爱行，该行的就当着，就家己了了就好所以毋是讲修炼就会当一本万利，嘛毋是讲修炼学道就会当像咱大家咧想的讲我遮认真遮拍拼上天一定拢会甲我保庇无代志当然嘛会当有即种的心态啦，然后即种的心态呢，伫修炼学道若当着考验的，可能就会咱讲一科跳倒会有即种的情形。安尼嘛好因为修炼就是要了业该欠的就欠该行的行毋是讲修炼学道呢就袂去当着迄个业报，嘛毋是啦只是讲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咱每一个人伫成功条件内底，当然嘛，就是讲行无一失，就是了苦经啦。这应该嘛会有啦，毋是讲无啦。这因为咱伫迄个伫内面呢，有两个老菩萨即间做伙去昆明活动，因为平常时来食饱，就大家伫遐安尼聊聊，伊嘛当安尼讲，拢要80岁伊咧讲当时伊还未食素食的时阵迄药是有够济食素食了呢，安尼医生看尾药愈减愈少，真诶伊就感觉讲不轻松。所以讲，迄老菩萨要80岁，好简单嘞，去到缅甸一大路爱上5点钟嘞，一大毋是2大有当时去去，咱嘛想讲嘛拢会感觉讲对伊嘛歹势足辛苦但是这是咱个人的心愿伊既然会堪进就去所以讲呢，我嘛甲讲这嘛就是咱修炼学道伊的诚心所以讲呢，会当行无一失了苦经，所以嘛是做甲很有心得啦，嘛是做甲足有心得的，嘛是去体会。因为伫泰国来讲起呢，要食素食是无人像咱去台湾遮富裕呢。尤其是缅甸佫是庄脚呢，迄足庄脚伫个山内，因为因咧土地宽嘛，迄土地宽就遐一块厝，遐一块厝所以讲毋是足老远的所在，要食素食是足无简单的，但是伊嘛佫坚持安尼咧食，会当成功了演，大方助道的，真的不遗余力啦，
所以伫修行法道呢，咱尽管去行去做去修，当然当着该行就行嘛，咱袂使去执着讲，我今日去，遮尔牺牲方面，较会用着点，即种心呢，咱嘛是爱改变除掉啦，别安怎去感恩忏悔去面对，安尼伫修行来讲呢，会应该愈来呢会愈无解啦，照着安尼安尼会当达到圆满，会当达到圆满咱今日日无咱就到遮那是10点，明仔载应该搁爱线香嘛到遮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当然啦或许对贪嗔的嘛是足有限啦不过大家做伙学习啦看会当有较济兄弟姊妹呢会当来遮安尼做伙学习无无今日咱就到遮以上谢谢，